各位家長、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周美華老師。就快到文憑試放榜嘅大日子啦，升學就業輔導組為此製作咗4條影片，我同何寶琪老師咧將會同大家講解一下放榜嘅重要資訊。好多同學咧呢幾年都好俾心機讀書，想考好文憑試入大學，特別係8大學士學位課程。以下咧我就會同大家估算一下 DSE 大概要攞到幾多分呢，先至穩入咧聯招嘅8大學額。大家知唔知道8大學士學位課程一共有幾多個學額呢？答案呢係15000個。呢個數字呢係8大學士學位課程，係唔包括都大嘅自資同埋 SSSDP 嘅。但係15000個係咪真係15000個學位都俾晒我哋呢？根據我集合咗學友社講座嘅資訊啦，分析咗一啲新聞報導啦、JUPAS 網站嘅數據啦、考評局發放嘅新聞稿等等嘅資訊呢，發現其實唔係㗎噃，因為政府咧係容許8大咧係有4% 嘅超額收生彈性，咁所以咧其實係會再多600個學額嘅。咁但係另一邊廂咧，其實我哋係有好多潛在對手嘅。第一咧就係唔係報 JUPAS 唔係考文憑試嘅人，佢哋可能係考 IB 啦或者 GCE A Level 等等。過去咧大約係有20% 至到30% 嘅學額咧係會俾咗佢哋嘅。第二個潛在對手咧就係某一兩科失手重考，用 Combined Cert 形式去報嘅自修生。咁佢哋咧係可以透過 JUPAS 咧再次報考大學嘅。咁網上咧就揾唔到重考生再報到 JUPAS 咧嘅相關數據。咁但係咧都有新聞報導咧提及過咧，就係自修生嘅人數咧近呢1-2年咧係升咗好多嘅。咁到底佢哋係咪都係報 JUPAS 嘅其中一群呢？咁都係值得關注嘅。第三個潛在對手咧就係 JUPAS 揀錯科選擇 Quit U， 然之後用翻上年嘅 DSE 成績咧再去報 JUPAS 嘅人啊。咁網上咧同樣都係揾唔到相關嘅數據嘅。咁但係咧我哋喺 JUPAS 嘅網站咧就可以計到喺12月截止之後咧預期再申請翻 JUPAS 嘅人。呢個數字咧，呢300幾個同學仔咧，有機會咧係大頭蝦啦，冇報到 JUPAS 嘅中6學生。咁但係亦都有可能咧係讀完一個 semester 發現唔合適，想 quit 咗於再重新報嘅大學生嚟㗎噃。咁所以咧計埋啦，通常啲學額咧就大概係剩翻12000幾百個左右嘅啫。咁同學可能會問啦，就係文憑試裡面要考幾多分先至可以入到咧呢12000個學位咧？咁其實咧每一年嘅文憑試放榜嘅前一日下晝咧，考評局咧都會發放新聞稿嘅。咁上面咧有一啲數據咧係值得我哋參考嘅喎。咁今年咧雖然佢嘅新聞稿咧係未出啦，我哋而家睇到嘅咧係舊年嘅資料。咁但係我哋都可以望一望啦，就係紅色框嘅部分。咁呢個咧就係上年咧喺文憑試裏面咧考到 Best 5最佳5科成績咧考到21分或以上嘅同學仔有幾多人？咁然之後咧，我哋又睇下藍色框，咁就18分或以上嘅同學仔有幾多人？咁大約咧就知道我哋嘅競爭對手咧係有幾多個嘅。咁頭先咧就有提到啦，就係聯招8大嘅學額咧係有12000幾個啦。咁所以咧考到21分或以上嘅同學仔咧，其實相對嚟講咧就比較穩陣嘅。而分水嶺啦，即係最佳5科Best 5咧，分水嶺大概係19分左右。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係留意清楚咧，就係考評局咧喺放榜前一日嘅下晝發放嘅新聞稿，咁去估算翻咧究竟幾多分咧係為之穩陣嘅。不過要留意啦，有啲課程咧佢哋係會計最佳6科，即係 Best 6啦，以及咧係有啲學科咧又會有加成嘅喎。咁我哋可以睇一睇咧以下2個個案啦。咁喺第一個個案裏面咧，如果係計淨係5科嘅話咧 ，A 同 B 咧其實都會有21分嘅。咁但係如果計6科嘅話咧 ，A 同學咧就會多1分。咁1分咧好似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名次上高咧係可以爭好遠嘅喎。咁所以咧，如果你好似 A 同學咁樣咧，係第6科嘅成績咧係考得唔錯嘅話咧，咁你可以考慮一下咧係揀一啲計6科，而且咧係自己有興趣嘅課程嚟報讀嘅。
咁至於咧 A 同 B 咧係都有一科咧係有5或以上，咁咧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咧有額外加分嘅大學咧嚟報讀嘅。咁至於咧詳細咧 bonus point 嘅安排咧，我哋會喺第2章咧再同大家解釋嘅。大家咧又可以再睇下第2個個案啦。咁啊 C、D、E 3位同學，咁你見到咧C 同學咧佢嘅 best 5咧係有19分，咁頭先講過啦，19分咧係一個分水嶺嚟嘅。咁啊，如果好似 C 同學咁樣嘅情況嘅話，又點咧？咁我哋咧就會建議佢咧係可以咧有策略性咁樣咧去揀一啲有加成嘅課程。咁因為咧加成咗之後咧，分數咧係有機會反超其他同學，會更有優勢嘅。想增加入讀嘅機會咧，同學就要因應自己嘅成績去睇一睇咧，自己屬於咧係以下4類裡面咧邊一個類別，然後作出相應嘅安排嘅。第一類嘅同學仔咧，就係你嘅成績如果係達到咗332A22，即係符合入大學嘅最低要求，而你嘅 Best 5咧係有21分或以上嘅話咧，咁呢一類嘅同學咧，你就可以選擇留喺學校嗰度咧，同老師商量一下咧，係點樣去安排5進5出，點樣咧喺 JUPAS 上面咧係重新排序嘅。咁至於第2類嘅同學仔啦，就係你嘅成績咧係達到咗332A22，Best 5咧係18至20嘅話咧，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呢一啲同學仔咧係處於一個分水嶺嘅，相對嚟講咧係冇咁穩陣嘅，未必一定入到心儀嘅課程。咁所以咧，我哋會建議你咧係有2手嘅準備，攞到成績單之後咧，如果之前咧係報咗一啲自資學位啦，或者係副學位嘅話咧，應該先上網去確認咗之前報讀嘅課程，先去 claim 咗個 conditional offer 先，令到自己有保障。咁但係如果你未報嘅話咧，係應該盡快去報讀一啲自資學位啦，或者係副學位嘅課程啦，辦晒好啲手續啦。咁跟住咧，先同老師咧商量一下 JUPAS 嗰邊咧係應該點樣去改選，點樣去排序，點樣去5進5出，以增加咧自己入讀8大嘅機會嘅。第3類型嘅同學咧就係 Best 5咧係介乎喺10至17分。要入讀8大嘅機會咧，可能比較微啊。咁所以如果你係有332A2啦，或者係332A22咧，係可以喺聯招嗰度咧揀一啲 SSSDP 課程，修讀一啲咧市場需求大，但係收生要求較低嘅科目，或者咧可以選擇下都大嘅自資學位嘅。而如果你嘅中英文科唔達3，只係得5個2，嗱呢度咧5個2咧係指中英文科咧係要包括在內嘅，而公社科嘅 A 咧係可以當做2嘅。咁呢一類型嘅同學咧喺聯招裡面咧就只可以報讀咧唯一一個副學位課程，亦即係咧教育大學嘅幼兒教育高級文憑。收到成績單之後咧，就要盡快去 claim 其他嘅 offer 去報讀一啲咧係非聯招嘅副學位課程啦。至於第4類型嘅同學，亦即係咧中英文科咧只係得1分嘅同學，咁就要去報讀咧一下文憑嘅課程啦，或者係考慮下咧海外升學嘅。呢度咧有2點要注意嘅。第一，部分嘅大學課程咧會視乙類應用學習科目，即係 applied learning 啦，或者係丙類其他語言科目作為一個選修科嘅。咁至於計算嘅方法，例如係攞到 distinction 代表啲乜嘢咧？點計咧？咁我哋會喺下一章詳細講啦。第2點，除咗公社科之外咧，如果有一科係失手達唔到332A22，嗱喺呢度強調多次嚇，係除咗公社科，公社科係唔可以失手嘅嚇。咁其實咧係有機會咧係歸類翻咧去類別1同2嘅，因為大部分嘅院校咧其實都有彈性收生計劃嘅。咁詳細嘅資訊咧，同樣都會喺第2章咧同大家再講解嘅。而最後要提一提大家，如果你有1科失手嘅，冇5條2噃，例如你中英文科只係得1嘅同學仔，其實副學位咧都係有彈性收生嘅喎，有機會咧又會去翻類別3嘅。咁所以如果遇到呢啲情況嘅話咧，就要去心儀嘅院校嗰度咧自行去叩門啦。咁詳細咧就會喺第3章同大家講嘅。第1章嘅升學概覽，我哋就講到嚟呢度啦。